大家好，我係鄧師兄，歡迎大家收睇言言不絕。有唔少網友都想我講講早兩日阿澤去咗見施紀賢同埋馬克龍，想知佢兩個會唔會組成咗英法聯軍之後加入幫手，俄烏談判就會好啲？係咪英法聯軍就勝算大增？我哋用提問嘅時間起咗個遁甲盤，錄音嘅時間係2025年嘅3月8號。1962年壬寅年出世嘅施紀賢，用壬嚟代表阿老師，揾翻相對應壬嗰格出嚟睇下。壬家丙叫做水蛇入火，唔識都知啦，水蛇掉入火都冇乜好嘢。主官災刑傷，絡繹不絕，係有好多官災麻煩嘢等緊阿老師去解決。壬嘅力量好細，冇咩作為，但係麻煩嘢就超多。九地係代表咗陰陰濕濕、偷偷摸摸嘅做事方式，合乎咗佢哋民族嘅一貫風格。聽新聞報道講，原來早響阿 Trump 上任之前1個月，阿老師已經同阿澤簽署咗英國同烏克蘭嘅合作大計。英國就提供咗海軍同埋空軍嘅支援，醫療同埋教育一籃子嘅協助，換來嘅就係礦產同埋天然資源，一換一都係冇保證烏克蘭安全，都係一種買賣啫。幽門除咗解休息之外，亦都可以解工作嘅態度。幽門屬水，而家俾坤宮克住，所以有啲不思進取、頹廢嘅意味。佢邊係真心幫阿澤嘅呢？代表阿澤嘅呢係丁。如果大家唔明呢，可以睇翻上集。丁嘅位置呢，而家係生旺阿壬嘅，所以呢就係阿澤付出多啲，老師就付出少啲，收穫多啲。天人代表領導才能，位於坤宮呢，算係有領導嘅能力。有驛馬就代表咗要為事件奔波勞碌，當然係為咗講俄烏事件啦。老師所在嘅位置呢係坤宮，坤代表咗大地，大地係比較包容嘅，所以佢似足東華三院同保良，多多益善，咩人都接受，所以呢，佢差唔多請齊咗所有歐盟嘅國家去英國呢開嗰個和平嘅會議。壬下見丙，上集講過啦，丙係代表阿 Trump 嘅。壬下嘅丙明顯呢就同佢有關啦，咁阿 Trump 喺邊呢？就響艮宮南格仔嘅位置，艮為山係代表咗阻擋阻隔嘅意思。阿 Trump 就拒人千里，反而老師呢就咩人都接受。阿 Trump 同老師呢剛剛係對沖嘅，表面上就跟足阿 Trump 咁做，實際上呢就同佢對着幹。有網友呢就關心響英國住嘅朋友，響老師領導之下英國會點？因為呢支卦呢本身唔係問英國嘅，所以呢提供到一啲答案亦都有限。籠統嚟講呢，就要睇時干庚。庚而家係克住壬嘅，所以英國呢都好極有限啦。頭先講啦，用壬嚟代表咗阿老師，咁啱得咁巧啦，沙膽經呢又係用年干壬嚟代表佢，所以佢兩個諗法呢都真係一拍即合嘅。你又覺得佢有幾支持阿澤呢？一見到阿澤呢，就即刻上前呢攬頭攬頸。孔子教落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下一句都唔使講啦。上集我哋有提過阿澤噶啦，佢有而家好多唔同嘅麻煩同埋蕉皮俾佢等住踩，希望佢知道啦。62年壬寅年出世嘅施紀賢呢，已經63歲，行到南圈嘅位置。第一眼我望到嘅呢相，有個感覺，唔係話佢63歲個宮位好唔好。由新聞同埋佢所屬政黨提供嘅圖片，再睇睇大家睇唔睇到啲咩特別嘢呢？其實畫翻條中軸線，會唔會大家覺得比較明顯啲呢？如果唔明嘅朋友呢，可以睇翻我哋早兩集講鼻哥嗰集，我會放喺上面俾大家有條 link 去參考下。一個領袖如果俾人哋知道佢有弱點呢，有心裝佢彈弓呢，一定呢捉到佢痛腳嘅。到必要嘅時候呢，先攞出嚟要挾佢都唔出奇。所以阿老師要睇路啦。至於南圈位置佢都唔係生得咁好，所以呢做足任期呢，就當收咗花紅啦。1977年丁巳年出世嘅馬克龍，用丁嚟代表阿馬仔，揾翻相對應丁嗰格出嚟睇睇。丁加貴呢代表咗朱雀頭江，有隻雀仔跌咗落水。朱雀係一啲文書消息，而家跌咗落水，即係代表文書不利，所以呢傾和平談判都係有佢傾冇佢簽嘅。頭先講咗啦，朱雀係代表咗文書消息，所以呢馬仔講出嚟嘅消息呢比其他領袖係可信嘅。開門呢算係開始開工嘅意思，但係響離宮嗰度呢，而家就代表咗唔開工，所以呢法國響和平談判嗰度呢，真係唔係幫到好多忙。天蓬係勇敢果斷嘅意思。依家出兵呢支持烏克蘭呢，其實得個講字嘅啫，因為根本就係攞唔出勇氣。就正如牛頭角順嫂同你講，得閒去飲茶一樣。唯一一度好嘅呢，就係馬仔同阿澤呢都係用同一個宮位嘅，所以佢哋兩個呢就比較傾得埋，冇話老師咁冇謀心算啦。馬仔呢兩面呢都唔會得罪，因為呢佢響離宮嗰度生坤宮，同時亦都生艮宮。1977年嘅佢呢已經行到48歲嘅運南圈嘅位置，係鼻運嚟嘅。鼻哥同阿澤一樣啦，都係睇落差唔多嘅啫，又彎又尖，發覺都係冇啖好食噶啦。簡單嚟講呢，就同大家開飯坐埋位一樣嘅啫。老師就同阿沙膽經一齊坐，馬仔同阿澤一齊坐，阿 Trump 就肥啲霸道啲自己坐。
老師咧就同阿 Trump 咧口和心不和，馬仔咧就兩面都討好，成個局咧有反反覆覆嘅意思。你以為佢唔得嘅時候，佢就得俾你睇；你以為佢得嘅時候，佢就衰咗俾你睇，十足一支蠱惑的槍。歡迎大家 like share 撳埋鐘仔，一有新片會通知大家。今集嘅英法聯軍勝算大增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